大家好，我是老师温。我是老新君，我叫老条牛。欢迎收看《休息的日子》大家好，我是阿宽，伫台中大汉，自细汉就讲台语。台语除了是我的母语，嘛是我逐工拢想要讲的语言。阮想要找找伫农村内底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对因来去体验因修行的迄一天。咱即马伫云林大比的三吉村，顶摆我来遮熟悉着三个真古锥的囡仔，因兜是伫咧种柑仔蜜的。听讲最近是当咧采收，咱做伙来看卖有啥物通好斗相共的。行。咱即马是要来采收嘛，安尼买板的时阵有啥物较特别方法？好，我来教你安怎放柑仔蜜。好，你看这有一个角对不对？啊，你手就真甲安尼跌落去，伊就落来啊，就遐尔简单。敢有简单？敢有简单？我看你做啊足顺的，毋过我感觉足困难的。我叫阮感觉一个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这有一个角对不对？啊，你用安尼改，安尼慢落，安尼为只安尼过落。哦，啊，无你慢一下好无？你慢一个，慢一个，慢一个，啊，这家是遮，嘿，啊，你甲安尼跌落去，甲跌落去，就安尼，嘿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哦，确实是感觉有淡薄轻松。嘿。啊，那安尼安怎才会使算讲是已经有够熟啊？就安尼，所以这个是有够红的，嘿。啊，这是还佫无够红的。无要紧啦，这嘛是会当的，有真正感觉是。有淡哦，这是有淡薄仔柑仔熟的哦。对嘛，安尼。啊，那这青就是当啊未熟啊，对无？啊，袂是，迄青绝对袂当慢，青咧真正无多食，迄就歹食。足歹食的哦，啊是会足酸啊是？足酸的啊，像咧薄冰的。薄冰凉哦，哦你有薄过啊？无啦。哦，像这样就这两嘛有。哦，这足大粒的。嘿啊，这两嘛真大粒。好，安尼共款家跌落去，安尼就是安尼。哦，好。哇，这足大罐的呢。嘿，这就是夜光花。你讲一摆歹势。这就是夜光花。夜光花。妈妈讲，迄安尼，这种的会较好食。哦，规较甜、较鸭、较好食。就是伊可能就是安尼就是一摆一摆安尼感觉。一摆一摆啊，就是倒边正边安嘛，尼。足水的，你看嘛是着安尼一条一条的感觉。哦。就真济的感觉。安尼刷落来，我采收这边的。嘿，啊我就来这边的安尼。哦，安尼两个一人一边较紧。嘿，安尼较紧。啊，我有两个小弟，一个较大汉的，伊叫老条羊，啊，伊迄个是较皮，啊，体力嘛较济安尼。有时啊，就是会甲细汉的安尼拍来拍去冤家啊，有时啊管伊两个嘛是感觉足烦的。我找到这两个生做伙，迄就敢若有一个剃头。嘿，伊两个生做伙，嘛是有这种的啊，两个生做伙，可能迄时阵因咧生的时阵，可能两个即做伙，啊，可能迄大汉伊钱一直就买安尼啊。哦。对啊。我是阮妹妹迄。啊，妹妹这，因为迄可能会较酸。哦，这个有可能会较酸哦，不过嘛是足红啊，这看起来。你养分高一粒，好一粒尔，伊会较甜。啊，你一摆分哦2粒，啊，你无多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
所以这嘛是会当留咧家己食的。嘿啊嘿啊。哦，好。去拿菜嘞，食落去水当当。哎，你看这个人茶，你看还有糖嘞。好，啊，你看有糖嘞，糖啦，还有糖当去。啊，细汉的迄个伊叫流星婚。欢迎收看。流星婚是阮。啊，伊是甲哥哥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，哥哥可能较瘦，弟弟就较大颗安尼。啊，除了你会斗三工以外，恁小弟拢做啥物工课？最简单的啊，慢草啊，扣粪扫遐，慢草叫分手。不晓啊。哦，哇！着实是减配威力还是不能小觑。比赛留在一个话大错，力出赢个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只见杰瑞。喂，这个金牌吗？来，你来加速。哦，对，你是要放在遮的。一张，还是两张头做伙的？两张头做伙的，好。安尼才会平悬，就是这两边才有平悬嘛，是无？你是毋是因为安尼才放卫生纸伫后壁？还是你听无我咧讲啥？听有哦，那要不要甲我赢？但是工作要专心这点话。哦，所以我即马做工课，我袂当讲话吼。哦，安尼我莫讲话，我莫讲话。你有蛋有食无？爱蛋有食哦，卫生纸嘛爱厝好好哦。看卖，嘿，蛋仔足好诶。哦，你卫生纸嘛厝啊足好诶哦，你拢爱用好哦。因为我拢甲因讲，这爱打好，爱用哦正，啊无用无好吼，人客也看到咱这柑仔袂敢。第一个就是你看到这飘啊，这也歪歪，人就感觉讲，啊你这做代志老错。啊，所以你都爱甲因问话，较因会讲，足严肃的甲你讲。哦。做这足认真的。哦，足认真，袂使讲话，爱足专心的。嘿，爱专心。多谢你，我会囥钟者。想吃。阿公在啥？搞面了，搞面了。阿公，阿公摕中岛转来啊啦。你今日无赢了，今日去做事无赢吼。上菜。阿妈阿公。另外一对对。这不得了，加油！加
后饱咧。哦，哎呀，阮母爱手落台。古早味，啊，食好饱哦。请问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林长河。我会当拍球，搁耍手机啊。我会认真学校。我搁会当和朋友耍，搁会当和朋友耍我的玩具。我拢会开心心、欢欢喜喜的跟朋友耍。多谢大家。我另外是一位东二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刘高阳。搞问啦，问啦，干嘛别搞？你搞问讲这要创啥？啊，这要创啥？安尼啦，你会晓做啦。来，你搞讲这是啥？啊，这是啥？你要创啊？干嘛面，这叫干嘛面？这是虾米？这啦，这青啊，就是要甲这。甲咱这柑仔面啦，这一罐垃圾啊，咱要甲清清的用过来，放伫这汤啊。这是虾米？这饭啊，所以你看妈妈即摆是毋是柑仔面做的对无？啊，做咱就爱甲清重量看。哎，你看即摆偌重？你看即摆偌重？你甲我讲。这数字偌济58。 58。三个数字咧，你甲伊看。 608。哎呀，咱就差不多爱600克啊，啊，超过1点点啊，互人看。那即摆咧拣是拣色较红的是无？啊？即摆咧拣。我是咧落去拣啊，闭着厝，我这闭着我就爱甲拣起来。哦，所以阮妈妈看你即摆安尼拣足紧的。哦，伊即批品质拢较好，所以咱这拢较好拣啊。装久啦，装久就知影迄个摸起来会尴尬，啊，搁看这地头，而且地头也无饲嘛，是会影响到讲这柑仔面的品质，所以嘛是会看地头，啊，搁湿水，啊，搁有这叶果形，安尼拢会比较好。啊，咱即摆即批的品质是最好的，所以是免啥去用着啥。啊，像这种我嘛会叫运的来倒沙发。 我的猫啊叫做桃豆，伊足快。你叫桃豆的哦，你是干的，是干的阿母的，干的，嘿，干的，啊，你要卖无？这一只偌济？一只3块，3块尔，20，你讲3块会计干？ 好，你看阿妈即摆是毋是先甲迄感觉拢切甲安尼对不对？啊，你着好啊，你着甲这个啊，我有切咸片猪，你着安尼甲伊硬起来，啊安尼踢一皮，放伫内底安尼。哦，对当，安尼就完全。哦，安尼就完全好。无食过。你毋捌食过这？对，我正经毋捌食过。牙齿啊，你卖呢？牙齿有咧卖。 我可能都有看到，毋过我毋知影迄是啥，所以我就拢无停落来改买。哦，会用试食看。我试食看卖哦。
正经有食到咸甲酸你甲甜。去摕细盘底请伊。我搁食一个，正经袂歹食。好食真好食。哦，就希望会当像阮安尼，就是会当甲阿嬷做伙煮菜啊，做伙做这咸酸甜啊。逐工住做伙感情还是无共款，我感觉。因为伊无讲，哦，你足疼阮的呢，讲啊头一个拢嘛较疼，也毋捌有孙头一个较疼。有听嘛会答嘴。没有，会答嘴表示感情有好啊。我讲阮阿嬷是袂答嘴啊，阿嬷讲啥就是啥。人有乖。迄个你家食？你爱食？嘿，你家己囥桌顶啊，你爱食？你给我食一个。有一点。确实。袂歹啦，有两个小弟仔互你笑，安尼嘛足快乐的啊，敢毋是？你是家的第一课。啊，即摆有啥物土会当斗相共的？我即马咧满是惊意，惊意，惊意是啥？就是测验意思。安怎样出来惊意咧？哦，就亲像安尼，你看，这支是母丁，啊，这支是叶啊，啊伊中生出来这支就是惊伊，啊，就要甲伊慢掉安尼。所以这支是母丁。到遮来，啊，这是叶啊，安尼这支就是惊伊。嘿。啊，你甲无你来甲伊糊咧，啊，甲伊慢落，啊，我到时规支拢断去。哦，安尼我糊咧，安尼慢落来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哇，这足大罐的呢，这足大罐。夜光花。你个讲一摆歹势。这就是夜光花。啊，看是这，阮像我来做这草，什么是草？草就是玻璃拢的意思。草就是玻璃拢，嘿，所以这就是草。嘿。啊，恁兜的人敢拢就介意食干妈比炒卵？嘿啊，拢会啊，因为阿嬷拢会煮啊。这个是会当，能放落去哦。卵炒了，你敢会先抽起来，就直接加干妈饼？干妈会直接加落去。好，过来我拢会淋醋，因为要互伊酸酸的感觉，啊无拢甜的。竟然会放醋。好，就安尼。你会完成啊？嘿，完成啊。好啊。安尼我要先放盐，正边是盐，阮兜拢先放盐。安个要讲。你炒好来啊？系啊，心里爱食迄个干妈的炒卵。干妈比炒卵，伊一半我一半，来试食看卖。啊，我也袂晓讲评啊。我紧啊，我紧，你食看卖，看啥较好食就知影啦。啊，只要地恁无人试看卖。来啦。这个免放迄个芋泥，我都好，甜的。看两半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，因为伊有掺一个我袂掺的物件。这盘吼，就一定敢若较酸水酥酥啦吼。嘿啊，因为有人醋。哦，有人醋。嘿啊，我会惊伊干妈会酸甜，啊个人一个醋。我家加有人醋，你就加啦，阿嬷甲你加啦。嘿啊，有人醋。因为伊迄有甜，啊，佫会小可酸酸的好食。哦，酸甘甜，酸甘甜的。各有风味啦。嘿啦，安拢袂歹食。好吃赞。
是无？敢拢伫即边，我嘛想要看。都有较大蕊的。哦，这蕊就大蕊的。啊，你要送我嘛？还是你要等下要摕来甲因比赛？我帮你用。好啊，好啊。来，谢谢。为什么你都一直拿我的？现在你知无？盐酸啊草，这叫盐酸啊草。我跟你比赛，阿公要跟你比赛，阿公要跟我比赛，好。我今仔就是要互伊蹲，看谁蹲啊。哦，阿公蹲。好，来哦，过来哦。哎呦，你搞我唱去，伊搞我唱去，迄是我的。我阁无看过呢，迄是人咧插秧的。多好会当看者啊，看人拢是安尼。无我逐摆看到拢是种好的啊，无看到伊当咧种啊。啊，妈妈敢会想讲，希望随阮以后行什么路，还是讲做什么代志，还是对有什么愿望？拢嘛袂限制呢，都看因介意啥，就去做啥呢。伊有讲伊想要做迄种的啦，讲做警察也袂歹。警察咯，伊家己有讲考军官呢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安尼袂歹，咱做厂就是自细汉就训练一寡做一寡较艰苦的嘛，无讲艰苦就是，到都市囡仔比的时候，做一寡工课，你讲做兵怀、做军官怀吼，迄是毋是拢爱抄？我讲这对你来讲，你着小 case 啊。帮你喝。我甲瑞文咧斗阵的时阵，就敢若是看到10年前进前的家己，就是拢会甲家己的小弟甲因讲，袂使做虾，袂使做虾。啊，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嘛，定定拢会安尼对阮小弟讲的话。伊正经做捌代志的，我会感觉嘛是，就伊拢会去看到别人有需要啥，啊，主动去照顾伊的小弟，就希望会当互因的父母较减轻一寡负担啦。修行的迄一天，有甜，这样就甜。过背，哦，去你啊，好，走。修行的迄一天。哦，日本来啊。嘿啊，日本来。我那不是我林思友。林思友。这里有那个跟到今日是灯，哎呦，好饿啊！